台中一个32岁嫌犯张尾阿嬷拿一支改造的手枪，甲太平区一间人客厝钻3枪。警方出动开始抓人。这个嫌犯伫咧逃亡的过程中，敲死神的电话给亲戚朋友，是讲甲咧目屎流目屎滴，刷来甲一对3岁双生查囝拜托互丈母来照顾。这个嫌犯一路为台中走到大理、雾峰，最后伫咧南投埔里，互警车来包围。警察开枪，甲弹车链、甲车身，总共开47枪。甲这个嫌犯拖出车外时阵，发现嫌犯已经开枪弹家己的头壳，自杀死亡了。警方为伫轿车边仔将32岁乱姓嫌犯对车顶救落来，嫌犯头壳着枪，紧急送病院。枪前的地点伫咧南投埔里第14线，警方讲当时先听到嫌犯伫咧车内开2枪，随来就向轿车的轮胎甲车身开47枪。经对空鸣枪，但赖然拒不下车，并由车内传出枪响。那我们警方立即朝车轮开枪后射击。轿车的车身还有引擎挂顶面拢是枪支孔，乱姓嫌犯送病院急救了后，也是重伤死亡。第2日下晡，早改造枪机到台中太平区，向这间徛家开3枪。听到外口放炮的声，就出来看，讲有看到有一台车过来开枪。警方出动警网围捕，嫌犯逃亡期间有敲这死神电话给亲友，而且将双胞胎的查囝交予丈母照顾。跟随这个作案车辆，行经在文心路、文心南山路附近，对空鸣枪，那当时车辆很多。警方对这嫌犯一路对台中逃到大理、雾峰到南投埔里，被包围了后，知影家己走袂去啊，伫车顶开枪自杀。